今日我哋去到荃灣千色匯附近，坐直通巴士去蓮塘口岸過關。我哋今日乘坐環島中港通嘅直通巴士，荃灣去到蓮塘口岸只需要20蚊車費。由荃灣去到蓮塘口岸，每一位係20蚊嘅車費。每日由荃灣去蓮塘口岸嘅頭班車係8點10分，之後每半小時一班。最尾嗰班車去蓮塘口岸係7點10分。上車嘅地點係荃灣千色匯對面德海街。荃灣千色匯對面有洗手間。喺荃灣德海街嘅上車位置有好幾個直通巴士，我哋係坐環島中港通嘅直通巴士。大約44分鐘就到達香園圍口岸。住喺荃灣嘅朋友可以利用呢條直通巴士路線往返中國內地。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再見。